Hello，大家好，我係南華金融嘅 Bowie。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1月26號星期一啦。咁講翻美股上個禮拜嗰個情況先啦。咁就上個禮拜咧，星期二咧就係一個恐慌性嘅拋售啦，因為格陵蘭嘅關稅影響啦。咁住星期三咧就有一個緩和，因為就特朗普就宣布同呢一個歐盟咧有一個框架協議嘅。咁樣咧，市場稱之為今個禮拜嘅交易嘅策略咧就係 TACO。咁TACO 咧就係 Trump always creates opportunity 或者係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咁就係講緊咧大家都會覺得特朗普政府咧就會製造一啲恐慌嘅時候咧，咁就係買入嘅時候就會有一個機會，而佢亦都會因為大家各國嗰個關係緊張咧，而會收翻呢一個之前好激進嘅言論嘅。咁睇翻嗰個指數啦，咁首先就睇翻個羅素二千啦，咁同上個禮拜一樣啦，講過就係羅素二千咧就一路連續升嘅，咁就升咗十四個交易日嘅，咁就臨尾去到星期五嘅時候有少少回吐嘅，咁你見到啦，咁就去到最高2735點啦，咁就有啲回落嘅。咁另外相反咧，咁就睇翻 Nasdaq 嘅話咧，咁你見到咧，其實佢keep 住咧都係喺嗰個高位徘徊啦，連續2個禮拜下跌㗎啦，咁就係由上年嘅6月到而家連續2個星期下跌，跟住所以咧就大家就覺得係由呢一個科技股咧就資金就移去呢一個比較低風險嘅中小型股嗰度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咁今個星期咧會唔會繼續持續有呢個情況出現？咁有嘅話咧，咁而配合翻啲圖形驚會係有一個倒形嘅情況出現咧，就有一個向下嘅趨勢嘅。咁另外睇翻道瓊斯都係雖然有創咗新高啦，但係你都係見到係有啲圓形嘅頂咧，想回咁樣樣嘅。咁繼續啦，咁就再講翻白銀同埋個金價都繼續創新高啊，因為持續係翻啲避險嘅情緒影響啦。咁就睇翻嘅話咧，而家嗰個金價咧。我哋睇翻銀先，咁而家個銀咧又繼續創咗新高啦。今朝咧曾經試過105，而家咧就再衝上去就106.68啦。咁星期五收咧就收緊最高就試過103嘅。咁另外我哋睇翻個金就上個星期最高咧就係4990，咁應該而家已經係穿咗5000嘅啦，咁就5051蚊。咁大家嗰個避險嘅情緒咧繼續持續嘅。咁但係咧，你睇翻咧個 RSI 咧都偏高噶啦，咁樣樣咧小心會有一個突然嘅急挫嘅出現啊。咁再睇翻嗰個Dollar Index 嘅話咧，咁我哋睇翻啦，其實而家美元咧已經去到一個 RSI 相對較低啦，30嘅指數啦。另外咧個Dollar Index 已經去到97，好似想見底回升咁樣樣噶啦。咁留意翻，可能就會有一個由貴金屬反彈，同埋影響翻個市啦。個市可能會回一回啦。如果咁樣樣睇嘅話，短線就要大家留意翻。咁跟住我哋再睇翻其他消息啦。咁就係出咗 Intel 嘅results 咧，咁樣樣咧就出完之後咧就暴跌咗17%。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佢第一季咧調整後個earning per shares 咧就接近係零嘅預測，咁就嗰個營收係遠低於市場嘅預期啦。咁跟住 CEO 咧就話佢哋其實出嗰個晶片嗰個晶圓嗰個良率係有問題嘅，係低過50%。咁即係其實可能佢每做一塊晶片都可能係蝕緊錢，而再加上佢最新宣布嗰個18A 嗰個晶片咧就暫時都唔公布呢一個第三方重要嘅客戶啦，咁但係而家就令到呢一個市場就擔心究竟係有冇呢啲買家，又或者嗰個銷售率係咪好啦？咁所以呢個消息一出之後咧，咁就即刻單日已經跌咗17%㗎啦。咁另外咧，大家都擔心咧，而家嗰個 AI 資本支出啊，咁樣樣啲 hyperscaler 啦，即係例如Microsoft、Meta 呢啲咧，預計喺第一季咧就會突破5000億嘅美金。咁而加上咧呢一個ScanDisk 呢一類型嘅記憶體嗰個需求咧就持續高企啦，咁個股價就繼續升嘅今個禮拜。咁反而咧嗰啲Max 7啊，可能相對就比較疲軟翻一啲嘅。咁我哋睇翻譬如 SanDisk 嘅話咧，咁今個禮拜咧就繼續夾咗上去啦。不過咧就星期五開始有啲回㗎啦。咁樣樣可能會唔會係有啲暫時會回翻落嚟嘅跡象咧？咁就要再睇翻啦。不過咧，今個禮拜另外仲有啲嘢可以留意嘅，就係譬如好似 Apple 呢啲啦。咁因為咧你見到啦個圖，Apple 連續跌咗8個星期㗎啦。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市場就擔心啦，因為嗰個儲存個
storage 啦，嗰個嗰個存貨量低啦，跟住咧個價格升咧就會呢一個推高咗佢Apple 咧做手機嘅時候嘅成本啊，咁所以咧就 keep 住咧啲儲存個 storage 會一路升啦，跟住佢就一路喺度回嘅，咁就市場就擔心咧，如果嗰個儲存同埋芯片咧緊張嘅話咧，就會令到個毛利率咧可能就減低咗50至100點子啊，咁就不過我哋留意翻啦，其實 Apple 咧其實上個禮拜二嘅時候咧個 RSI 去咗低位啦。而亦都去到一啲比較相對244蚊呢一啲245蚊呢一啲支持位咧，短線咧有可能咧會有一個反彈，趁呢一個 memory 同埋 storage 呢啲股票回穩嘅時候，調整嘅時候，咁加上咧其實諗翻 Google 同埋 Apple 咧有呢一個喺AI 嘅合作之後啦，咁就有機會咧會刺激翻呢一個 iPhone 嘅銷售啦，或者對中長期嘅成本可以轉嫁翻俾啲消費者咧，會係有一個利好。咁所以咧呢個位可能咧大家就可以留意翻會唔會有一個反彈嘅情況出現啦。咁可能短期都係會係屬於反彈啦，未必係一個新嘅長期升浪嘅開始。咁另外可以留意就係 Microsoft 啦，咁 Microsoft 又係啦，咁就又係去翻呢啲好似 Apple 咁樣啦，去翻啲支持位啦，430幾蚊啦，跟住見到個 RSI 啦，又係去到好低，又可能咧有機會會係一個反彈啦。咁樣暫時如果係只係屬於反彈嘅話咧，咁就可以留意翻啲488蚊呢啲位啦。咁如果突破咗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可以去翻一啲相對高翻少少500或者550呢啲位啦。咁另外咧，今個禮拜要留意嘅話咧，就係繼續係啲油股啦，好似 Chevron 咁樣啦，咁就睇下會唔會破位啦。咁就上次咧就去到大約169.3呢啲位啦，咁睇下會唔會有突破啦。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咧，特朗普喺 Davos 嘅時候咧都講到啦，佢其實一路都唔支持呢一個新能源啦。咁樣咧就嚟緊咧。美國咧都會繼續採取翻以天然氣同埋油咧做翻個主導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譬如 ExxonMobil 咧，都係比較已經突破咗啦，咁已經係由支持位已經轉翻去到121蚊啦。咁呢啲譬如如果有一個似樣少少嘅回調嘅話，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咁我哋最尾可以睇埋布蘭特期油啦，咁。咁睇翻個期油嘅話咧，咁其實咧已經係去翻上次打伊朗嘅時候咧嗰、個、高位㗎啦，咁就67蚊。咁其實咧你睇翻嘅話咧，咁呢個位65蚊呢個位咧已經係去翻特朗普啱啱選出總統嘅時候11月嗰啲位㗎啦。10月高位咧就大約係66.9咁上下啦。咁就睇下呢啲位咧會唔會可以突破啦？突破咗之後嘅話咧，咁可能有機會進一步去睇翻70零蚊啦，70至73蚊呢啲位嘅。咁大致上咧，今個星期個股嘅走勢就去到呢度。咁我哋咧就可以睇翻嚟緊咧，今個星期咧就有啲乜嘢要留意啦。咁就包括咗星期二聯會就會有個會議啦。咁就睇下鮑威爾會唔會有個反擊啦，或者對於被出傳票叫佢去開會，咁會有啲咩嘅回應啦，同埋嚟緊咧，今個星期最重要咧就係會有呢一個 Microsoft、Apple 啊、Tesla、Meta 呢一啲業績出啦，咁樣咧大家就要睇翻啦，會唔會受呢一個消息刺激 Microsoft 啊、Apple 啊呢啲有機會會彈啦。咁另外就要留意翻嗰個初領失業金人數啦，同埋嗰個貿易個差額嘅。咁今個禮拜就最主要就係咁多啦，同埋星期三咧就會 ASML 都會公布業績嘅，咁就大家就可以留意翻。星期五啦都要留意埋，就係嗰個政府咧有機會會有再關門嘅風險啦。咁呢幾個咧就係今個星期咧大家最主要要留意㗎啦。咁以上嘅股票都冇持有嘅，咁希望今個星期大家投資順利，多謝晒，拜拜。